好多人都唔敢相信，原來將蘋果醋倒落紫甘藍度浸翻一浸，做出嚟竟然係好多女明星保養自己嘅健康美食。佢食起身酸甜爽口又開胃，而且營養啊仲十分豐富添。先係鑊度加翻一殼清水，大火煮滾之後關火，再將個玻璃磚放落去，用高溫殺下菌消消毒，咁樣一陣間整出嚟嘅美食啊，就要保存得更耐一啲噶啦。各位哥哥姐姐們，老王將自己終身受益嘅食養小妙招毫無保留咁分享俾大家啦，可唔可以幫老王點個免費嘅小紅心關注支持下咧？唔該晒大家，祝你身體健康。而家紫甘藍都已經醃好咗噶啦，我哋放入啱啱消毒好嘅玻璃磚入邊，加入檸檬皮、100毫升嘅蜂蜜水，重點係加入300毫升嘅蘋果醋浸過晒啲食材，然之後我哋冚翻個蓋，我哋放雪櫃保鮮格浸翻嘅3日，咁就食得噶啦。哇！大家睇睇，呢個就係超受女明星歡迎嘅紫甘藍泡菜啦，滿滿都係生勾勾嘅益生菌啊！佢食起身咧有檸檬嘅清香、紫甘藍嘅爽脆，同埋蘋果醋嘅酸甜，特別開胃。堅持每日食翻1-2次，尤其晚飯後食啊，特別好噶。